手机充电器、充电宝、我们的耳机，然后我们的行动电源，这些呢都已经成了我们外出的必备物品了。可是呢，大多数人会拿出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都要先经历一番头痛的解开过程，将你的电线整理好啊，把它给绑好，依着顺序呢放入你的拉链袋中。你是需要外出的话，你的拉链袋里头呢，不妨放一些投影笔啊、备用电池啊、USB 啦，那这一些呢，都可以让你在很容易遗忘或者弄丢的百分比之下呢，减到最低。你可以在拉链袋外呢写上物品的总表，并且将它收纳的时候呢，一一的核对。那至少呢，你知道哦，这个拉链袋里头呢是什么？外头卖很多那些很漂亮可爱的贴纸嘛哈，所以不要排斥贴纸不美哈。那其实很多很好看、很可爱的。爱从自己开始。